2025年最佳誠信店，澳門誠信店小程序，點擊地圖搜尋。今日帶你探訪美富將大馬路嘅維聽澳門聽覺及言語中心，睇睇佢哋點樣用誠信打造專業聽力服務。我哋傳承咗父輩嘅誠信理念，持續推動聽力復康，等大家喺澳門就可以享受到優質嘅服務同埋先進嘅助聽產品。我哋真誠待客，價格公開透明，提供免費嘅試機，以國際嘅專業水準服務街坊。大助聽器咧係需要適應㗎。喺維聽嗰度，我哋得到佢一個好好嘅服務，讓我好安心去度過呢個適應期。感謝佢哋。期望誠信店計劃持續提升消費者嘅信心，推動行業公平同埋透明。立即掃碼，認識更多澳門誠信店。